解同樣一出世，屙就重成100幾斤，好快就識行識游水，妹豬就淨係得178克，孱孱弱弱，完全唔識照顧自己。其實係動物嘅生理結構同生存環境共同造就咗兩種唔同嘅繁殖策略，早成同晚成，令到班動物 BB 嘅出廠設定咁唔一樣。早成動物媽媽會將大把資源擺喺孕期，等後代喺肚入邊或者蛋入邊充分發育，所以妊娠期或者孵卵期相對較長，仔母體重比較高，一般介乎5%至到20%之間。早成動物 BB 一出世就係滿級號，身體發育已經夠細成熟，好快就識企識行識跑，仲識自己搵食，所以你先會見到屙一出世就有成100幾斤，楊六一陸地就有1.7米高，12出世1個鐘就成功企起身飲到母乳，真係俾班細路仔睇到 O 晒嘴。至於晚成動物媽媽就會將資源擺喺產後撫育上，所以妊娠期相對就短好多。仔母體重比較低，一般介乎1%至到5%之間，仲有啲極端例子，個比重仲低過1/1000。晚成動物幼仔一出世，淨係得個新手號咁樣，發育不全，感官仲未開通，完全要靠親代俾嘢食、保溫同保護先至得。所以生完妹豬之後，萌萌成日將佢抱住，寸步不離。樹熊同袋鼠媽媽就直接將 BB 擺喺育兒袋入邊，7×24小時全方位看護。無論係邊一種出廠設定，其實都係動物為咗盡量提高後代嘅生存機會，先至做出嘅選擇。無論係大個仔、細個女、滿級號定係新手號，通通都係媽媽嘅心頭肉。長隆而家又有大批動物 BB 上身啦，你嘅心頭號又係邊一個呢？快啲嚟長隆，一齊見證班細路仔慢慢長大升級啦！